是安静的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是安静的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的好听，我是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互你引传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光，互你引传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是紧靠我，你永远会帮助我，因我一生互你亲的家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光，互你引传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紧紧靠我，你永远会帮助我，因我一生互你亲的家。这时，咱来安静咱的心，来为几项事来祈祷。第一，咱来为家己来向主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未来道路会当对主来同行。不管是伫生活中，也是伫工作、学校的时，拢求主帮助咱，因为咱的天父时时拢会保守看顾咱。这时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主为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咱将咱家己的需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帮助咱未来道路，让主跟阮同行。无论是伫工作，还是伫学校，咱来对主，咱来用主你所要指示的道路来行。也求你互阮的同在之间的关系，咱得到主的祝福。求你也看顾咱的家庭，咱在异地工作中，让主甲因同在。求你困难时，咱会当倚靠上帝，因为咱是免了的。我有倚靠你，我才能自信。所以，咱嘛向主来献上感谢甲懊恼。感谢主伫这礼拜的保守甲带领，嘛感谢主无限的稳定甲慈爱。咱只是来向主来献上感谢甲懊恼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伫咱有时交做咱的力量，也为咱准备未来道路。感谢你对无限的稳定甲慈爱，是公义、信实、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能陪伴在咱的身边，也所安排的一切，咱们也无乐亲像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咱祈祷是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煞者咱嘛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帮助教会，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好让咱更较认捌主，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情理的心，愿意互受造就，热心传福音来祈祷。咱做伙开声来为教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咱将阮的教会拢交托伫主你手中，求你帮助教会，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也成做一个主所喜爱的教会。我来咱更较认捌你，亲近你，因为阮相信教会毋是我靠实力在你，而是我是有我靠你的圣灵来为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我做来祈祷，求主会听充满兄弟姊妹的心，互来能彼此相听，让咱富强人嘛有较无情理的心，热心传福音，互众人认出咱是属主的门徒。那么为着教会牧师、长职、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属灵活命甲健康来祈祷。咱做伙开声来为着牧师、甲长职、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赐我智慧，让教会牧师、小组长、牧师
拜来祈祷，求主保守跨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，为今仔日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，求主安静咱的心，互咱能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，咱做伙为今日的礼拜来向主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愿您的工作，愿你好的今日的礼拜当中，大家主跟我同在，那种你的圣灵来充满咱，更是来所有的机会，培养着你的心，来开广心灵的你，我们来听你的声音，并且用回顾来行，并且用上主的圣灵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拢听阮的祈祷，嘛应允阮的祈祷。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祈，阿门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互你传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眼光的烛光，有你引传，我拢总会行。你的手轻轻看我，你用光辉放洒我，引我一世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互你传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眼光的烛光，有你引传，我拢总会行。你的手轻轻看我，你用光辉放洒我，引我一世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眼光的烛光，有你引传，我拢总会行。你的手轻轻看我，你用光辉放洒我，引我一世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眼光的烛光，有你引传，我拢总会行。你的手轻轻看我，你用光辉放洒我，引我一世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引我一世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引我一世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为这件庆日，咱们做伙来欢呼主。这时嘛，邀请兄弟姊妹，甲彼仔来讲，欢迎甲恁做伙来学乐主。
是看到一切尊重甲学乐的主，咱们做伙来歌鼓励。
信息十八首，我心阿乐上帝。